Hello，大家好啊！我係矯形師啊 Thomas。今次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中心唔同種類嘅訂做鞋墊有咩特點嘅。其實好多上嚟我哋中心想做鞋墊嘅客咧，其實佢屋企都有唔同種類嘅鞋嘅。即係舉個例啦，咁啊而家我手上其實都有幾對唔同種類啦。咁包括係啲係做運動啦，有啲係返學啊，甚至乎有時返工會着啲比較 slim 啲嘅鞋。咁佢哋都問我會唔會話咁幾款唔同嘅鞋，咁其實做個鞋墊其實可唔可以一樣都可以擺落唔同種類嘅鞋咧？咁其實好多時會因應翻佢本身着個鞋類，咁同埋佢想做嘅唔同嘅目的，包括可能做返工啦，又或者可能做運動啦。咁我哋都設計唔同種類嘅鞋墊，咁俾佢哋咧就即係 fulfill 到，或者係滿足到佢哋嘅目的咁樣嘅。咁所以我今日想介紹下唔同種類嘅鞋墊，咁其實可以因應翻咩情況放落咩鞋，或者做咩目的咁樣嘅。首先我想同大家介紹咧，就係話我哋有一隻咧比較硬身嘅設計，咁呢個係我哋嘅矯形承托型嘅鞋墊。咁呢個比較硬身嘅設計咧，嗰個承托力咧係咁多種嘅訂做鞋墊之中咧，其中一款係最高嘅。咁目的咧就希望係提供一個充足嘅承托，俾有需要矯正腳型嘅人嘅。之後，我想同大家介紹另一款我哋嘅訂做鞋墊。呢款訂做鞋墊咧係我哋運動型嘅訂做鞋墊。咁同頭先嗰個系列比較咧，嗰個就呢個會比較軟身少少，會提供一個適當嘅彈性啊！你見到。咁所以就如果你有時會做運動嘅人士咧，着得太硬嘅鞋墊，佢可能會覺得喺彈跳嘅過程之中咧，感覺到會嗰個下邊個足弓位咧可能會有痛嘅情況。咁所以就我哋會特登會設計咗呢款嘅運動型嘅鞋墊咧，會提供一個彈性嘅設計，咁令到佢哋咧可以喺做運動嘅時候提供一個承托之餘，都可以有個回彈嘅能力，咁可以增加佢本身做運動嗰個效率嘅。好，咁另外想同大家都講解下咧，我哋嗰款比較纖薄型嘅訂做鞋墊啦。咁佢除咗佢唔係話全墊可能一半之外咧，咁佢就都會慳翻個前掌位置啦。咁同埋你見到個踭嗰度咧，佢會窄身啲嘅。咁可能有好多啲女裝鞋咧，咁其實喺個後踭位，咁佢都會比較收窄嘅。咁因應翻呢個嘅特點咧，我哋都會特登喺個鞋墊嗰度設計翻類似係由呢個中間開始收窄嘅功能。咁另外嗰個後踭位咧，我哋都盡量可能做到纖薄啦。咁目的都係做到同一個目的，就係話可以令到佢盡可能着到落去個鞋入邊，咁都減少翻本身空間不足而導致甩踭嘅情況。